有啲人縱使今天活得唔夠好，總會堅強努力活落去，因為佢哋相信明天會更好。呢一種面對人生嘅態度當然好有意思，起碼勉勵自己唔好喺逆境當中輕易放棄。然而活着為明天呢一種嘅心情，係咪能夠真正帶嚟盼望同埋出路呢？如果單方面認為明天會更好，咁有可能只係一廂情願咁無止境等落去。而且最大嘅問題係冇人知道究竟仲有幾多個明天。我認為你必須把握今天，喺耶穌嘅應許同埋佢救贖嘅恩典當中，得着對永恆嘅答案。其實無論我哋喺地上仲有幾多個明天，我哋所要珍惜嘅就係今天。朋友，我勸你唔好再等啦。人生無常，機會並唔係時時等住你嘅，而係需要你把握嘅。